皇子来求见，到底所为何事？你说太子近日心智失常，导致他行为骄纵失德，全部都是大阿哥暗中策划。正是。可有凭据？儿臣是从大哥府中的太监口中得知一切。大哥跟几个喇嘛过往甚密，并且利用喇嘛暗施妖法加害二哥，让二哥失心致疯。你既然知道这事，为什么不早说出来？是因为儿臣迂腐，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再者，儿臣未曾想到大哥会有夺嫡之心，所以即使大哥跟喇嘛过往甚密，也未放心上。直至二哥失常，再从大哥府中的太监口中打探明确，才敢向皇阿玛禀报。如果有半句虚言，朕绝不轻饶。儿臣若有半句虚言，任凭皇阿玛处置。传朕旨意，搜查大阿哥府。这。你们打快点，分头去搜。是。主子放好了。大哥，请。你们这是干什么？这可怎么办呢？别害怕，有我呢。快走，快走，快点！来，快点，搜搜，快点！站好了。你说，这是什么？这个曹偶是在你府中搜到，曹偶身上钉着太子的生辰八字，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皇阿玛，儿臣只是一时权力熏心，才做出这大逆不道之事。儿臣知错了，请皇阿玛恕罪。你身为大哥，理应以身作则，但却为了权力、皇位，你狼心狗肺，用卑鄙的手段做出骨肉相残之事。朕若轻易放过你，就枉为一家之主、一国之君。传朕旨意，削去所有爵位，革掉一切差事，罢为庶人，送宗人府，永远圈禁。皇阿玛，拉出去！放过儿臣，放过儿臣！皇阿玛，皇阿玛，儿臣知错了！皇阿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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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阿哥失德之事已经查明，全因大阿哥陷害，请皇阿玛恕了二阿哥之罪。朕今天很累，退下吧。儿臣告退。李德全，皇上，传李光地觐见。这。皇上有旨，传李光地觐见。姐姐，你知道皇上已经查出太子的失德行为全是因为大阿哥施行验证所致吗？此事在宫中传得沸沸扬扬，我又岂能不知？原来一个人被施妖术会失心疯，真是吓坏人呢。皇上怎会如此糊涂，相信妖术之说？依我看，皇上只是想找一个原谅太子的借口，等将来好让太子复位。你说太子会复位？我只是胡乱猜测，你不要当真。尝尝我新泡的茶。你说的也不无道理。皇上今天传召了李光地李大人。传召李大人啊！我听到他们谈及重立太子之事，还听到李大人推举八爷继任太子之位。姐姐。味道如何？很香。皇上仍是心系太子，如今李光地提议八爷继任太子，必定让皇上猜忌八爷有夺嫡之心，这对八爷是大大不利。不行，
我不可以看着八爷陷入困境，我一定要提醒他不要轻举妄动。虽然我这封信可以提醒八爷，可是历史就是历史啊。历史是不会因任何人改变的。